食飯、睇醫生、做 gym、買運動衫，呢4樣嘢每個月都用唔少錢。DBS Eminent Visa Signature Card 指定4大生活類別高達 5% 現金回贈，仲有高達港幣800蚊迎新。今日同你全面拆解呢張卡嘅玩法。DBS Eminent Visa Signature Card 年薪要求36萬，首年免年費。Visa Signature 卡基本簽賬回贈 1%， 最大賣點係餐飲、醫療、健身同運動服飾4大類別嘅 5% 回贈，適合中高收入都市人群日常使用。4大指定類別係呢張卡嘅核心賣點，包括本地同海外餐廳、醫療服務、健身中心同運動服飾商戶。只要喺 DBS Card 加 App 完成年度登記，呢4類簽賬就可以享 5% 現金回贈。不過要留意，單筆簽賬需要滿港幣300蚊先計。回贈細節要睇清楚，每月首港幣8000蚊嘅指定類別簽賬先有 5%， 即係每月最多賺港幣400蚊回贈。超出港幣8000蚊嘅部分或者單筆唔夠港幣300蚊嘅交易，就只係得 1% 基本回贈。所以用嘅時候要識得計數。迎新優惠最高港幣800蚊，發卡後首3個月內累積簽夠港幣5000蚊，有港幣500現金回贈。首4個月內完成 Netflix、Disney 加、Spotify 或 ChatGPT 等訂閱服務簽賬，額外多港幣100。成功下載 DBS Card 加 App 並完成指定要求，再額外多港幣200。3個步驟加埋就有港幣800。一般零售簽賬有 1% 現金回贈，每月適用於首港幣2萬蚊合資格簽賬。PayMe、Alipay HK、WeChat Pay 呢啲電子錢包簽賬，每月首港幣5000蚊都有 1% 回贈。日常生活消費用呢張卡都有基本回贈，不過重點都係集中喺4大類別賺 5%。對比其他信用卡，Citi 八達通白金卡交通回贈 15%， 但一般消費只有較低回贈。渣打 Smart 卡指定商戶 5%， 但類別唔同。DBS Eminent 強項係餐飲、醫療、健身、運動4大類別 5%， 類別更集中生活化，適合都市中產。除咗現金回贈，仲有生活禮遇。尖沙咀海悅酒店餐飲低至85折，沙田海悅低至9折，指定健康檢查同醫療服務計劃低至19折。醫療類別消費申請分期仲可以享最多3次手續費回贈。一張卡覆蓋食住行同健康需要。重點注意3件事：第一，必須喺 DBS Card 加 App 完成年度登記先有 5% 回贈，唔登記就冇。第二，單筆簽賬要滿港幣300蚊先計 5%， 299都唔得。第三，每月指定類別上限港幣8000蚊，超出部分只得 1%， 要記住用。詳細比較DBS Eminent 餐飲、醫療、健身、運動 5%， 門檻港幣300單筆，上限港幣8000。Citi 八達通交通 15%， 但類別單一。渣打 Smart 指定商戶 5%， 但商戶定義不同。AE Explorer 主打里數同機場貴賓室。Eminent 適合生活消費多元嘅用家。3個要小心。第一，年度登記一定要做，到期要續期，
否則冇5%。第二，單筆消費唔夠港幣300蚊嘅簽賬，就算係餐廳都只有1%。第三，電子錢包增值唔屬於指定類別，增值金額唔會有5%回贈，要直接簽賬先計。最佳用法：食飯集中用 Eminent， 特別係高消費餐廳同海外用餐。醫療檢查同健身會籍用 Eminent， 賺5%。運動服飾消費集中用呢張卡。其他消費例如超市交通就用其他基本回贈卡。記得每個月監控港幣8000蚊上限，確保賺到盡。適合呢3類人：第一，成日出街食飯嘅都市中產，餐飲回贈5%好可觀。第二，注重健康嘅人，醫療檢查同健身會籍都有5%。第三，願意用 DBS Card 加管理賬單嘅精明消費者，識得登記同計上限。幫你總結 DBS Eminent Visa Signature Card 4大生活類別5%回贈，高達港幣800蚊迎新。生活禮遇包括酒店餐飲折扣同健康檢查優惠，但要記住先登記，單筆滿港幣300，每月上限港幣8000。如果覺得有幫助，按讚分享俾身邊中意食飯同注重健康嘅朋友。留言話我知你平時最常用邊張卡，申請連結同最新迎新優惠喺下面說明欄。精明消費，由揀啱信用卡開始。